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9，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安尼讲：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怜悯永未断绝。逐早起换心，你的信息公大。三个来祈祷，主爱永远存在，怜悯永无断绝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主啊，因为阮担会通踮伫你的面前，毋是因为阮家己的才调甲功劳，乃是因为你的怜悯甲疼痛。主啊，当阮的生活中充满济济的软弱甲艰难的事，求你用听来扶持阮。主啊，伫这动荡不安的世代，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也做阮快乐甲安慰。主啊，每一天，阮拢要仰望你，也要专心来倚靠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你的怜悯永未断绝。逐早起换心，你的信息公大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